開始之前，簡單聲明，本影片只係個人觀點分享，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果我話俾你知，最近 Meta 呢單新聞，大部分人其實只係睇到第一層邏輯。Meta 最近宣布會將部分 GPU 租俾其他公司，好多人第一時間開始擔心 GPU 需求會唔會開始下降。HBM 同 SSD 嘅需求會唔會受到影響 ？AI 基建開始見頂，但我第一個反應完全唔係呢幾條問題，我反而問另一條問題 ：Meta 真正想做嘅到底係乜？大家好，我係 Fundman 101，我喺 Microsoft 同亞馬遜做超過25年嘅工程師，對科技公司嘅 business model 同產業發展一直都有深入研究。我希望透過自己對科技業嘅理解，同大家分享點樣用商業邏輯分析投資，而唔係每日追新聞。如果大家睇返最近幾日嘅新聞，幾乎全部都集中討論 Meta 開始租 GPU 需求會唔會下降， HBM 同 SSD 需求會唔會受影響， AI 投資會唔會開始降溫。我覺得呢啲分析唔係錯，但只係第一層思考，因為大家只係分析新聞講咗啲乜。我真正想知道嘅問題係點解 Meta 而家開始做 GPU？ 我自己嘅理解係 Meta 上一代嘅 AI 模型已經完成咗主要訓練，喺 data center 入面已經有大量嘅 H100 GPU。與其一直閒置，不如將呢啲嘅資產重新提升使用效率。所以我唔認為呢單新聞代表 AI 需求突然消失，我反而認為 Meta 只係開始提升現有 GPU 資產嘅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如果 Meta 想繼續訓練下一代嘅 Llama 模型，仍然需要大量最新一代嘅 GPU， 所以我亦唔認為呢單新聞代表 AI 基建嘅需求開始消失，但我認為更重要嘅問題仲未開始。如果 Meta 開始建立佢自己嘅雲計算嘅能力，下一步邊一類 AI 公司商業模式可能開始受到挑戰？我今日唔打算公布呢個答案，因為我覺得答案唔係最重要。真正重要嘅係你識唔識問到呢條問題，呢個就係我一直強調嘅第二層思考。大部分嘅投資者只會分析新聞，我更加有興趣分析新聞發生之後可能會發生咩事。如果你都想慢慢建立呢種分析新聞嘅能力，而唔係每日追新聞、追分析員報告，我準備咗一份Fundman 1013步投資思考法俾大家，分享我平時用嚟拆解新聞嘅方法。如果有興趣，可以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 Group Info 下載。希望日後無論遇到任何新聞，你都可以自己分析，而唔係跟市場情緒走。記住，新聞永遠只係開始，真正重要嘅唔係知道今日發生咗咩事，而係知道下一步可能會發生嘅咩事。如果你鍾意呢類用商業邏輯分析市場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嘅 Fundman 101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